继续来到高雄的三明区，透早5点外，嘛发生一件死亡车祸。一个92岁太太要过大路，无注意到已经到红灯啊，也是甲行过，结果互一台轿车当场弄死。想袂到这个驾驶竟然是车弹的做伊落跑。警方即摆是全力咧抓人。这老太太的后生讲，因为今仔日是9月重阳，妈妈要去菜市啊买菜买水果，等来拜祖先，想袂到会拄到死劫。一个老太太可能无注意到已经红灯啊，大路过到一半时，有一台白车弄到这个老太太当场倒伫涂骹，驾驶无落车落来看，车放的做伊走。有看到人往哪边走吗？哪边跑？直接跑。就跑。是男生还是女生？没注意看，因为太暗了。反镜变形，车顶玻璃破了，可见弄得咧真正力。这个阿嬷当场无命。代志发生后，家属赶到现场，跪伫涂骹，真伤心。今日透早5点外，高雄中华3路三民街口，当时92岁老阿嬷要过大路，想袂到多行无几步就变红灯，伊继续行好小客车弄到无命。本来这个阿嬷是要替伫市场卖猪排后生处理拜拜的代志，想袂到煞因为安尼发生车祸。要过来台湾斗相共啦，伊会知影要拜拜，要款拜拜。今天那个要拜祖先，重阳节要拜祖先。警方初步分析，车祸原因敢若是行人无看到红灯，甲驾驶无注意，才会发生车祸。驾驶肇事后汽车逃逸，本分局已立即以车追人，掌握肇事驾驶身份。发生车祸地点伫市场边啊，真侪人会来买菜。这个车灯敢若47秒，对老大人来讲，真正无啥会付。红绿灯的号志也是可以适时的调整一下，分钟至1分钟半。这样让一些老人过马路比较有充分的时间。重阳节本来是敬老日，不过这个阿嬷却是因为车祸意外，伫这个天，无度更加亲人团圆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